知道自己實力唔係最強，但係我都俾自己目標嘅係希望有贏得多啲比賽，可以打得好啲，即係唔好似以前都係嗰以前進度。我係樂，今年21歲，咁我而家咧係香港聽障乒乓球代表隊嘅隊員。我聽嘅程度咧係屬於先天性深度聽障嘅程度，咁就大約1-2歲咧做咗呢個人工耳蝸手術嘅。11月係東京聽障奧運會，咁12月就係全國全運會同埋全國殘運會。幸運地入選咧係興奮嘅，開心嘅，希望咧喺今次嘅比賽咧可以贏到幾多場嘅比賽，同時要突破自己。因為我哋去比賽去參加呢個聽障奧運會呢個比賽咧，佢哋入去個場地之前咧，你係要隨機嘅。入咗場地之後，全程都唔係打機，係以示公平。同教練之間咧係必須要磨合，因為教練都係健聽嚟嘅。有時可能佢唔知你係唔清楚㗎，但係教練真係好人，好有耐性。知我哋困難喺邊，佢都願意耐心去教我哋。其實咧，你買一個乒乓球拍咧，甚至係膠皮咧，買一個乒乓球鞋咧，都好大使費嘅。同埋咧，你去出國比賽都好貴，加上我自己人工耳蝸都要支出㗎嘛。我讀緊書又未返工，基金咧可以資助返一啲乒乓球用品嗰啲費用啦，或者係比賽嘅費用，咁大大減低我同屋企人嘅壓力。我叫阿欣啦，咁大家都叫我做 Misa 嘅，今年21歲啦，咁我都係中國香港乒乓球聽障代表隊成員之一嘅。我出世咧都係中至導致嚴重聽力啦，咁就係需要戴兩面助聽器啦。咁我2024年開始咧就係聽力下降到雙耳都係深度聽障啦。咁我9月頭就啱啱接受咗右耳人工耳蝸手術嘅。如果戴住人工耳蝸嘅話，打波，即係佢可能開波嗰陣咧，有陣時會聽到啲摩擦聲，我知道佢係咩旋轉咯。即係有陣時可能摩擦聲就聽唔到，但係撞擊嗰啲聲音咧，我係聽到。咁我可能知道原來佢開緊一上旋，咁我要調整個板係點樣進攻或者防守咁樣咯。名次嗰度就冇話特別話想追求咩名次，因為始終第一次參加咁大型嘅比賽，所以好好享受呢個比賽啦，同埋即係喺唔同嘅對手身上學到佢哋嘅技術啊，或者發球啊、技巧啊。最緊要我都係想係即係可能每一場嘅比賽，就算輸咗又好，贏咗都好，都盡力去打好每一分。